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Ben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鐘錶頻道啊。今日會介紹3款浪琴軍旗系列手錶。呢個系列以斯文優雅為主打，設計非常之經典，俾人一種低調嘅感覺，非常適合揾隻返工戴嘅正裝錶嘅朋友。3款個 size 都係38.5mm，採用不鏽鋼嘅錶殼，自動上鏈機芯。防水30米，重量大約60克左右。平時戴起嚟因為皮帶錶嘅關係唔會覺得太重，戴起嚟好舒服。同樣都係用咗藍寶石水晶玻璃錶面，透明錶背可以睇到機芯嘅運作。咁等我逐隻同大家睇一睇啊！咁睇片之前記住幫我 CLS 啊！先嚟講下呢隻斯文藍調嘅 L4-974-4922。藍色嘅太陽放射紋錶盤，好似藍天般咁清新。3點鐘位置顯示咗個日曆。錶帶就用咗針扣配藍色嘅鱷魚紋皮帶。機芯用咗 L888 自動上鏈機芯，有64小時嘅動力儲存。呢隻錶嘅公價就會平少少嘅，港幣13,500。第二款介紹 L4-899-4722。銀灰色嘅太陽放射紋錶盤，感覺比較低調神秘。3點鐘嘅位置有升旗加埋日曆嘅顯示，進一步提高佢嘅實用性。針扣配上黑色嘅鱷魚紋皮帶，整體嘅感覺就經典穩重神秘。機芯用咗 L636 自動上鏈機芯，有38小時嘅動力儲存。呢隻嘅公價因為功能會多少少。定價港幣15,400，而最後一款介紹嘅 L4-899-4212呢一隻錶用上白色嘅錶盤，配上羅馬數目字，因為加咗羅馬數目字嘅關係，感覺會比較復古。呢一隻錶嘅規格同之前介紹銀灰色嗰隻係一模一樣嘅，只係顏色有唔同。白面配羅馬字，一個非常之經典嘅配搭。公價同樣都係港幣15,400。總結嚟講，3款軍旗都係斯文款嘅代表之作。3款就各有特色。藍面夠晒活力，銀灰面比較成熟穩重，白面羅馬字非常之經典嘅配搭。浪琴 Longines 呢個品牌歷史悠久，品質可靠。呢個價位絕對係入門版嘅斯文機械錶嘅好好嘅選擇。而家仲有個超筍價嘅優惠啊！咁想查詢佢嘅優惠咁記住 WhatsApp 俾阿 Ben 查詢啊！今集嘅介紹就去到呢度啊！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